粵澳名優商品展閉幕，4日吸引逾9萬人次入場參展，規模創18年新高。由澳門招商投資促進局同廣東省商務廳合辦嘅2026粵澳名優商品展8月9日圓滿閉幕。今屆展會以銀髮經濟同健康生活做主題，吸引咗大批市民同專業買家入場。4日展期一共吸引逾9萬人次入場，當中包含約1600人次嘅專業觀眾。總展覽面積接近13000平方米，匯聚459家海內外參展商，展出超過1萬款名優產品，參展規模創下18年來新高。展期內累計進行超過460場商業配對，促成49項合作協議簽署，當中約90%同澳門1+4產業相關。名優展多年以來持續設置"一帶一路"的商品展，吸引來自印度尼西亞、緬甸、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的企業蒞臨參加展會。今屆展會嘅一大亮點係全新增設嘅智慧銀髮康養體驗館，館內還原咗無障礙居家生活場景，提供 AI 陪伴機器人、無創血糖檢測設備等前沿科技俾市民體驗。展會亦拓寬"一帶一路"朋友圈，參展國家增至6個。我們也特意邀請巴基斯坦企業首次來澳展示當地的一些名優清真食品，也歡迎各界的一些朋友們充分利用名優展這個重要的平台，進一步加強聯繫交流，也暢通銷售的渠道，更多認識了解澳門發展的機遇，實現互惠互利共贏的新局面。展期內一共進行咗90場直播，覆蓋超過300個展商，全平台觀看量累計超過750萬人次。今次展會成功將公眾消費同產業合作結合，大會表示未來會繼續善用澳門嘅獨特平台優勢，推動粵澳以及大灣區嘅產業合作同市場互通。